火心地月升，回味着你昨晚着惡夢似的話，你給我的竟不是愛情，是你說從來無人像我在做盡傻事，竟然仍然認真對這玩意。為何從前愛得極度容易，將來和誰再講這段趣事？前面遊戲過後，為何能捨得放手？是定律還是愛不夠？告訴我這段前面遊戲過後，為何情不可永久？是事實並沒有真愛，或根本我未看透。但覺得從前情人在世上並沒存在，多年來從未真正去被愛，來來回回我只站在門外，一時糊塗